創世紀第37章，雅各住佇伊父親徛起的迦南地。以下是有關雅各一家的記載。17歲少年約瑟想甲伊所有的哥哥，就是伊父親雅各的細姨畢拉甲示帕所生的後生做伙放羊，也向父親報告伊的哥哥所做的歹事。約瑟是以色列年老的時陣生的，所有的後生中，以色列上愛伊，為伊做了一領彩衫。約瑟的哥哥見父親偏愛伊，就懷恨佇心內，無對伊講好話。有一日，約瑟做了一個夢，伊就甲伊哥哥一人講，一人就閣較怨恨伊了。約瑟對一人講：你人聽我做的夢，咱佇田間睏莊稼，我睏的莊稼徛起來，恁睏的莊稼攏圍繞我睏的莊稼下擺。伊哥哥就回答伊講：敢會是你真正要做我人的王，統管我人嗎？伊人因為約瑟的夢甲伊所講的話，就閣較怨恨伊。後來約瑟又閣做了一個夢，伊閣去甲伊哥哥一人講：你人聽，我閣做了另外一個夢，我夢見日頭、月亮甲11粒星，攏向我下拜。約瑟將夢講予父親甲哥哥一人聽，伊父親就責備伊講：你做的是甚物夢？敢會是你的父母甲兄弟真正攏要向你下拜嗎？約瑟的哥哥就閣較怨妒伊，伊父親卻將這件事記佇心內。約瑟的哥哥交了時間，予伊父親放羊。以色列就對約瑟講：你哥哥一人去到時間放羊，我要派你去一人迄落。約瑟講：好誒。以色列講：你去看你哥哥甲所有的羊是毋是平安，然後轉來甲我講。就安尼，伊派約瑟對希伯崙谷去實踐。有人見約瑟佇田野迷失了路，就問伊：你佇找啥物？約瑟回答講：我佇找我的哥哥一人。你知影迄人去倒一位放羊無？迄個人講：迄人已經走了。我聽的人講要去到多丹。約瑟就趕去多丹，佇迄落找着了迄人。約瑟所有的哥見着伊對遠遠行來，就趁伊還未到的時陣，合起來要計劃愛害死伊。一人彼此參詳講：看，做夢的來了，來吧，咱人殺掉伊，將伊沉佇井內，就講有野獸將伊食了。看伊的夢要怎樣實現。路邊聽了以後，想要救約瑟的性命，就講：咱人毋通害伊的性命。伊又閣講：無要殺人流血，將伊沉佇這個曠野的井內面吧，無要落手害伊。路邊想要對一人的手中救約瑟，將伊交倒轉予父親。這時陣，約瑟來到了伊哥哥迄邊，迄人就拔去伊身頂的彩衫，掠掉伊，將伊沉佇井內。迄時，迄口井是焦的，無有水。一人坐落食飯的時陣，抬頭看到有一隊對基列來以實瑪利的生理人，用駱駝材料烹料、乳香甲沒藥去埃及。猶大對伊所有的兄弟講：咱人殺死小弟，這含伊的血祭有啥物好處呢？若無安尼，將伊賣予以實瑪利人，無要落手害伊。伊畢竟是咱人的小弟，是咱人的骨肉。其他的兄弟攏贊成伊的意見。就安尼，迄個米甸的生理人經過的時陣，一人就將約瑟對井內面拖起來，用犀牛銀的價錢將伊賣予以實瑪利人。這個生理人將伊帶到埃及去了。路邊倒轉到井邊，發現約瑟拍無去了，就傷心的拆破身軀頂的衫，倒轉到伊的兄弟迄落，講：迄個少年人拍無佇了，我現在要安怎好？一人就抬了一隻山羊公，用伊的血沾佇約瑟的彩衫頂面，摕去予父親，講：我人摕到這領衫，你看，
是毋是你的后生的？约瑟认出迄一领彩衫，就讲：这是我后生的衫，一定是野兽将伊食了。约瑟一定是着拆喙了。雅各就拆破家己的衫，用麻布束腰，为约瑟哀伤了真侪日。伊的囝姊拢来安慰伊，伊却毋肯接受一人的安慰，讲：我一定悲悲伤伤的落到阴间去，到我的后生迄落。约瑟的父亲为伊哀哭，迄个米甸人将约瑟带到埃及后，就袂互法老的内城护卫长捕提发。